们公道。不是爱乱讲话，但是真的等好久了，他的歌艺已经毋庸置疑，这一座奖迟早的事。演唱会倒数20天，今天现场欢迎大家来到头份小巨蛋，尖叫声，小巨蛋，摇滚区的朋友，我要 Q 一下，刚才他们很热情。2楼看台区的朋友，是呀，还有我们前方月亮上的朋友，好呀，大家都应该要尖叫，等很久了，对不对，姐姐们？对，叫妹妹。接下来会唱，大声唱，就要烧香了吗？尖叫加掌声，欢迎金曲歌王许富凯！其实我们把整个活动变得很像选举场了。倒数，全场的尖叫声可以再一次吗？1、2、3。带来这一首歌呢，是我诗歌专辑的一首好听的歌，会唱的朋友一起唱，瞬间乡村吧，谢谢，谢谢我的粉丝。送你到火车头，我头着做你走，亲像风沙风吹，双人放手着来，自由飞。只要有几句话，是要对待做。看是藏在心肝底，太实在。双手牵我。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神梦一安之 C， 大家好，来欢迎许富凯，谢谢。你们有去喝东方美人茶吗？旁边好像有在卖，对，待会现在进去喝。送你到火车头，我头阮的来走，亲像长山风吹，双人放手着爱自由飞。不是阮偏袒，时代已经无。想我，可是不捌等，卡也等来是一场空。想来想去，同款辜负着青春梦，青春梦。想我。歌声是真温柔，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。往事不简单，
见，终于看到你得奖，是，而且各位，台语歌坛除了是未来的天王巨星之外，也是台语歌坛时尚界的代表。掌声带给徐富凯，你也太会穿了吧？没有啦，很好看。唱完歌，然后都是后面蛮得。没有，你看我那个靴子都穿出来了，哎，真的耶，这样子，对啊，这个是又可以采茶，又可以都不怕身体脏，又可以搬研究，那一研究也可以啦。岐山，对，岐山头份两用。啊，两用，然后等下顺便去爬个山这样子。不过我跟你讲，刚才为什么要这么隆重介绍？哇，不好意思，歌迷们等这么久，就是要有一个出口，要画虾，对不？有人打吗？有人看吗？啊，孟婆客栈有看吗？首先叫做小组家己房间，咱支持并无可以才刚。哎呦，真正有影，今晚是几点嘛？今晚什么？今晚8点啊，8点，今晚8点就会使。这个公司台语台暗时8点就看得到啊。哎呦，不过听说你结婚了？谁？哪一位？你不是跟迪梅姐吗？没有啦，那是戏里面的。哦，哎，这一生很难得可以跟那个迪音的姐姐迪梅姐一起演戏，很难得哎。而且没她恰，不是，喂，没有迪梅姐很温柔的。对呀，希望大家支持。资深国宝级演员这样子，没错。不过都是因为林美秀在幻想。啊，美秀姐哦，哎，我阿布啦，那她在戏里面演我妈妈嘛，对。还有，你看这个阵容多厉害，是，真的要支持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戏剧作品。对，所以接下来就要当演员了呀。金曲歌王拿到之后是金钟还是金马？慢慢来啦，哎呦，慢慢来。但是我不排斥，哎，我觉得演戏这个过程是很好玩的，是对，而且可以跟这么多的前辈。下一次不一定我去演客家戏啊，难讲啊。哎，是不是？我们客台，哎，我们长官如果在这边的话，支持一下。可是今年总要交作品吧，不然明年怎么蝉联歌王？是不是？今年的话一样没有作品，对。有啦，有一个单曲，一首歌啦，一首单曲，对，等了一首，还差9首，是慢慢升。不过真的很有质感呢，谢谢。哎呦，所以你看自己的歌，然后新的台语歌翻唱的歌都很好听，感谢。而且这些姐姐们，哇，那个灯牌真的是不简单啊！哎呀，他们每一年都会换新的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都想说啊，好像开机就拍谁，但是还是越做越漂亮，可以拿起来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？华香给到你。之前有没有上面这4个字？像之前有许富凯3个字，不是，是之前这个4个字已经做了6年了，名字没有贴上去啊，是用贴的，是不是？等了很久了，终于今年得奖，哎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得奖的心情？得奖的心情，其实就跟平常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哦。对，但是还是一样会做音乐嘛。那很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这一路以来，很多人对我非常的照顾，就连我们的公关公司也是。我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我们那个公关公司做的。哦，对，是。所以讲到这个倒数20天啊，就12月4号，12月4号在台北小巨蛋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听我唱歌。那阖家光临，带着爸爸妈妈或带自己的小孩来，我会唱很多从早期台语歌到现代的台语歌，甚至国语歌。全台湾记者每天都在问特别来宾是谁。我看许富凯真的是没有办法透露，但是绝对物超所值，对不对？希望大家来看，一定会很惊喜，一定会很惊喜。对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更惊喜，就是如果你的票搞丢的话，各位这个票一定要保存好啊，因为有人说哦，许富凯今年在小巨蛋唱了3次演唱会。没啦，12月4号是我改了3次啦，就改了3次，延期了3次啊，延期了2次啦。对，3个日期啦。对，12月4号终于要唱了，然后前面2次的票啊，其实都还是可以用的，不用换票，不用那个重新买票。所以只要是正版的票，20天之后我们一起嗨。但是今天我们先化身头份小巨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所以接下来还有30首歌。你要告我去哪里？来了！接下来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的是一首也是翻唱的歌，也是在诗歌作品里头的，叫《停工听工朗》，希望大家都会让我们提供听那些喝朗，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轻快的歌曲，掌声鼓励！耶！谢谢你们，谢谢。2楼看台区的哦，谢谢。
云无必要操烦，无形线绑的红，爱恨冤的世间，阮用真心来相谈。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予我永永远远飞去天边海角。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的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听到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如果认为自己很漂亮、自己很帅的朋友，请一个尖叫声来，很好，很有自信。感情无必要打扮，阮是做平平凡凡，爱是生的希望，不该情着永远。无必要操烦，无形线绑的红，爱恨冤的世间，阮用真心来相谈。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予我永永远远飞去天边海角。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的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听到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的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听到，会当予我变成世界上水的人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这一首歌呢，是刚刚提到的我自己的创作曲，然后呢，也是在疫情那3个月所写出来的歌。那这一首歌呢，我想要送给现场的每一位朋友。今天呢，是一家人的，请举一下手好不好？我看一下，一家人，好吗？啊，还是跟情侣的有没有？夫妻的也可以。对，你们可以互相拥抱一下吗？我看一下。因为这样用举的哦，大家好像比较害羞哦。哎，有啦，还是有谁要舌吻的也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这一首歌呢，是我思念很多的长辈，思念我很多的朋友所写出来的歌。那这一首歌呢，我相信今天在这么棒的场合演唱，如果你们心目中、心里面有想念的人，就用这一首歌传递给他，带来这一首《无声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
风吹散，白色的花瓣犹原搁在伫遐。感觉插着彼早无声的牵挂，这几年开的花，拢是思念的叶影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了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这。的笑脸，异乡的囡仔，望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心肝。当初有一份开行。藏伫心肝，你是不是？伫故乡等待我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，已经将我惜了命。如果呢，每一天可以的话，记得打一通电话回去给自己的家人，报一下平安，聊一下天，多一下陪伴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了较早。你拢是坐伫这，定定的笑脸，异乡的囡仔，望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心肝。当初有一份开行，藏伫心肝，你是不是？伫故乡等待我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思念无声。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，已经将我惜了命。你是不是？会伫故乡等待我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思念的声，唱出了牵挂。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，让着我绕绕行。人生有你，我是幸福的囡仔。日头若有山，就会想起你画着我的名。谢谢，老师，感谢。好。今天呢，天气这么的好，对，那等一下记得去喝一杯茶。接下来呢，这一首歌呢，最近天气有一点冷了，那非常符合现在的天气。但这一首歌呢，有一个重点，我希望大家有2个重点，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做好不好？第一个就是比爱心，可以吗？全场朋友看一下，
虽然这个动作有点幼稚啊，但是其实蛮可爱的，对嘛？比一下嘛，看起来全场一起哦。然后呢，比这个爱心之后呢，要有2个字在嘴巴念出来哦，宝贝。有点恶心，但是还是很可爱，好不好？来啊，一起哦，1、2、3，宝贝。好，你们都这样叫我了，我就来唱这一首，你就会送给你们。待会跟我一起唱，谢谢，宝贝这2个字，好 ，OK。然后我们再复习一次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好，很好。吹啊吹来人无啊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早？今夜的天气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我的心声，为就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中来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要为你笑阮这么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罩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薄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两人疲累。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罩被，咿咿呀呀，为你的情如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来咯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好，刚刚呢，声音还可以。是不是觉得大声一点？来啊！你是我最爱的宝贝，谢谢，给自己一个地窖盛大热情的掌声。来继续。你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中来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今夜为你笑阮这么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谢谢你们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罩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薄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两人疲累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小小的温暖的面罩被，咿咿呀呀，为你的情如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来咯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再一次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罩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薄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两人疲累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谢谢大家的朋友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罩被，咿咿呀呀，为你的情如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最后一次了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谢谢，谢谢我们苗栗同伴所有的宝贝们，谢谢你们，祝大家平安健康，谢谢，谢谢。下次见，还有3月4号台北小巨蛋见，谢谢所有宝贝们，台语歌坛的天王巨星，谢谢金曲歌王许富凯。接下来是今天我们2021
头份的